消防處榮獲今年申訴專員嘉許獎嘅公營機構大獎，令我感到十分榮幸。消防處一直致力提供優質同埋高效嘅公共服務，今次獲得呢個殊榮，對我哋嘅工作表現係一大肯定。過去一年，消防處面對咗唔同新嘅挑戰，包括首次以香港特區救援隊隊員嘅身份參與咗土耳其地震救援行動，同埋處理因為超強颱風蘇拉同世紀暴雨引起嘅大量求助個案。相信大家對上年世紀暴雨嘅畫面仲記憶猶新。呢類型極端天氣引發嘅事件，影響廣大市民，唔單止大大增加咗前線救援人員嘅工作量，同時亦對消防通訊中心嘅工作帶嚟莫大嘅挑戰。消防處一直發揮專業精神，精益求精作為信念，致力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。例如由極端天氣引發嘅事件越趨頻繁，我哋就成立咗救援行動嘅策略檢討委員會，制定救援行動策略，檢討相關裝備以及籌備準備工作。每當遇到極端天氣或者大型事故，我哋會收到大量嘅求助電話，消防通訊中心亦會設立應急機制，視乎實際情況安排額外人手接聽新增嘅電話，大大提升極端天氣或者大型事故下處理緊急求助個案嘅能力。消防處重視每一宗投訴，會根據投訴嘅性質，委派合適嘅調查人員跟進，並且會喺指定嘅期限內處理，並通知投訴人調查結果。為確保每一宗投訴都得到公平公正嘅處理，消防處設有完善嘅投訴處理機制，每一個個案都由3位相應職級嘅人員去調查、審核同埋覆檢。如果投訴人唔滿意調查結果，可以按機制向消防處要求上訴。消防處亦任命咗一名助理處長作為部門投訴主任，負責處理部門嘅投訴事宜。本處嘅投訴檢討委員會亦會監察整個投訴處理機制。我哋會定期統計並且分析整合投訴所得嘅資料，揾出需要改善嘅地方，提高服務水平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亦會做好公眾宣傳同埋社區教育，令市民更加了解消防處嘅工作。消防處十分感謝申訴專員公署同埋市民嘅信任，我哋會繼續同心協力，追求卓越，盡心盡力咁為市民提供最優質嘅服務。